天赐，天赐，天赐，你又到路口来等我了。我一直等不到你回家。我儿等不到，就不要再等了。以前哪一次我等不到啊？留你一人在此，我不放心。只有你在我身边，我才放心。可是我来，回家，来，我怎么回？来，回家。老夫老妻，完全不好意思啦。天赐，阿红，你听我说，天赐，你怎么哭了？黄泉路上来我家，黄泉路内河桥，望春河畔三生生，三生生，你是梦梦中醒，夜中闻中伤。是，夜深了，天赐，我们回家。我回不去了。你说什么？去在谁身？去在张天赐，可长夫以后落泪，求我余生问他爱好。泪在谁身？婆婆，我是张天赐的妻子可红，天赐，婆婆，求你，因何下跪？送我余生，问他生亡。唉，我的亲天赐，
半不散，错离问，哦好春心血泪。怕退随空虚，家业披星有巧思，一见如见难自存。今生亏欠累死报，天子啊，怎送？天子天子，怀我天子，我在把天地神归，苦愧去。不是佛不语，这是神不语。佛是古来神，神是未来佛。为何到手？跟无障外来为头，问菩萨为何的梦？清风水卷的真手，卷的真手。伯伯，你是谁？月渡神，西渡西。徒生，我又不是观音。月渡西，西渡西。如今我生儿父也能扛。云渡水，云水渡，云水渡。徒妻，徒生，徒妻。
女士，您好，现在需要您配合医院和警府进行信息核查。家属姓名：括号，年龄40岁，家庭关系：妻子、职业主妇。死者姓名：张天赐，年龄42岁，家庭关系：丈夫，生前职业天黑平川董事长。他不是死者，他只需要见证，完美也成了他们也是，他们也是。亡人节哀生别，张先生心梗突发，医院已经全力抢救，请你悲痛之余配合我们做好遗体登记。其家庭成员：母亲陈瑞芳退休，女儿张莹莹、吕梅。请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伯母卧病在床，女儿故外当聘，他们谁也承受不起。死在医院，你要为生者保重才是。有毒人显怒气，天，这不是谁在用，是天赐的血。我是小姐，万岁把水当饭了。你是谁？我是来为你办住院手术的。我不住院，我没月皮。你晕倒在太平间外。太平间，
秦始皇的太平间，我要去看他。你这样，张总怎么能赢么？你是哪里来的？你凭什么替天赐生娃？我的家事你管得着吗？我可不是为了你的家事才医院陪诊一天一夜。那就是来讨债的。好，你看看我的命能不能抵债？你面对的可不只是抵债。张总测算历史比例严重，按照法律，妻子是妻女的一顺位继承人。你是天黑印算随即花40几时见董事长处理你的劳动用足的。你我许久不见，今天得来报答。是你可中，谁是可中？以上可红，无人可选。为你一生继承什么？天黑印算。天黑印算。一天之间，乾坤倒转。阴阳观看，生死门外，神归边界。结在红尘。这上手望树前爬心压迫，这张脸眼泪为情冷寒天。这孤身因苦挣扎家无常，这苦心血肉到脚有天亡。天赐他伤害沉闷心足你苦哟黑归好的良朱颜眉，喧嚣鸳鸯，真只有独三年。今日里一场灾祸，天地变，生把人从阳房里抬到了家此情连环，一笔。
需要，如果恢复正常后，你就能出院了。我就能出院。你出得去吗？哦，我看你的家人正在楼下等着接你。家人，是你下楼去为家人，现在在家申请债，还是我台英宣布破产，期待就来前功尽弃，请用这1分钟时间回答我吧。还有什么人可以继承公司？你的家人、老人、孩子，女儿可以接管公司吗？如果你放弃，可以。好。喂，爸爸。拿错了，这是天赐的电话。他也掉了。15年前，天赐极度犹豫，是我做主把他送出国读书，不是我这个做养母的心狠。他家境富足，却流言滚耳，不忍信任，不成大器。看来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肯原谅我。 15年前，他还是个小农，咿呀呀还我过年。只因我实质毁灭丈夫的公司，一心事业放我当骗，却造成记恨、恶语利己。从此我不明不白，配交无理己，百口莫辩，西门离心。 事过境迁，往事已矣。人间真心，最怕过分。是啊，最怕过分。你的家事我不便多问，只愿比及起阿红，祝你早日康复。 等等，你还是叫我苦衷吧。我们出院，你是不是我这个样子出去也丢人？哎呀，这才是我神色的口红嘛！那口红借你分别拿着，哎，借你金子头发我来。 一直相信天赐的为人，更相信你的拼命。在事业上升期，掌中尽我最珍贵的新生活机会，我不得不加倍努力为榜样。是啊，为了天海的事业，我能应对最早的，也只有沉默。神都将我心高气昂，脾气躁。 直到我们关系非常，才跟我多少要。这么多年，幸亏有你，你在误会，我掉头就走。你呀，还是那个。 你呀，还是那个人心
子今日在安心度余生，再不能渡，不能来，不能平不天明，人不能退，不能扬，不能静我天黑深，从今讲些政府政策和行业事项，稍后募集资金，还清债务。此后，共同面对竞争对手的生死谈判。好，走。心跳完成有点快呀，是你的机器坏了吧？啊，这个，哎呀，就这两个急性子。
些还能伪造之证据？卷发无真素材，专利做成造你心。小姐，请冷静。谈本席上及古为错，该方案美方早已组成并而参，责任依然是美方身。就问朱的小姐是业界稀缺的花语设计师，这在美国可是业界本来没人气的艺术家，你可以考虑到我们公司。想得美！天黑难啦！珍妮小姐，因为口中请坐。乍些之间，至于我们，这些年你好吗？我把这事并肩嘛，你都知道了。披甲上阵，自己自毙。事发打算毫无准备。那我的电话是你打的，莹莹，我本想把天黑银转转交给你，我不想听。你这辈子都不打算原谅妈妈了吗？我现在的样子，不就是你一心期望的吗？莹莹，我对你三分情深深情深，家中房见你身攀成才，抚养女不经风雨无傲贵，强人同离草渡海远，恩12岁离家旅游扫关升级举2本进贡在关外，非是我不肯去苦教官的，怎能去关门里写家来归？你讨哟返家为要归，你狠心的门关不开，我流泪身体生结缘，从此挂念家不回，为母狠心有冤冤，苏宁旧怨难释莹莹，妈妈忽然不想你念你。总之嘿，这世上能哭的地方，只有洗手间和爸爸的电话。
我慢慢的变成了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莹莹，不管你怎样怨我恨我，只要在期望和匹配的时候，想到这个世上某个地方还有莹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夫君，娘，你在哪里？娘，娘在家在华山底下。夫君。放这一层华山寻母，那时候，下一小楼坐上灯，光波神妙，伴清风啊，为乡头女两茶上，你莫不可我这步，一坐对面，区分从一坐对面要连根，一坐对面诉心事，一坐对面排张此情是一坐对面春节。谁曾想一坐对面虎呀龙，朝不下，天落地忙自在去。上专场对年年的来留情，胸有成竹有彷徨，多么桥上总相逢，一样鸳鸯真心肠。深夜排夜耳语从，你好，珍妮小姐。聚养了，可坐。中论大婚，
决定这次中美企业部分应准权益的规则以及多项业务的成绩，请双方代表再做听动。寇总，刚才已经经营过两人磋商，相信双方都已经对彼此现状有所了解。是啊，我也没有想到贵公司在谈判前竟会对我们天黑银润做了如此强劲的条件。天黑银顺是8年泽东布业的见证，更是方泽重镇可交的显影者，我们不得不关注。关注，确切的是重视。中国有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迎风采火，非礼不渡。什么是迎风采火？分明是迎风归火。非法收集我们的信息，先营注册我们的专利，这是什么背后意味？熟悉对方背景，这是按照套路策划，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正宗游戏规则。我们毫不僭越之举。这是正义小姐在国外有界定，这是国际惯例，这是强盗引起。好，我就告诉你们，剑水凡是逃的，即使是你们天黑银算死计。我们死计。那么各位美方书记、运营、倡议、市长等中级代表，请。昨夜有街口相加，天黑数据都素他。光灿了东少的无理才会心西上。外门设计千巧思，无凭无证无自藏。关外上是一说也深深表示早晚他。从来尊长于当啊。各种利用我们的熟人来攻击，小人之举，甚至不服。终究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让别人做了控制。我们从来不论什么君子小人，只信奉狭路相逢勇者胜。看来天黑英润是要在软件上加把劲了。今天完成最后的生产项目。等等，正义小姐，关键地方确实反映我们管理与运营的不足，但引润产业终究是产品首化，质量取胜。我们在这一点上从未混污，你们拿什么抗衡？现代意义上的印刷产业链比例，可不只是生产那几匹布。英润业在全球范围内被列为重点污润行业。某些产品生产过程中瞬间过量，形成的有害物质80年都不可降解，废弃物损伤后成为污染水质和空气。不论输赢，我们从不主动挑事，但为奉陪到底。天黑银润早就领先同行，启用了工业污水净化系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与我不是失望，恐怕是生疏。2份污水治理密封报告，分别来自双方同级备案，经过核查，确保无误，标准称内量少再生产。美方法务，请。污润测试项公排放量为0.012毫克每升。中方法务，请。污润测试项公排放量为0.04毫克每升。我们要300万喏。中国政府2016年起有法律明文，或是污水处理不当，相关企业关停整。天黑银酸濒临超标红线，自身命运深至堪虑，这人还是我们的。寇总，这最后的生产项目，现实上的差距，我们尚需改进。污润无小事，责任上头。谈判结束，天下无
恭喜美方顺利拿下项目，期待中方加速升级。可总，项目交接之时，您还有什么嘱咐？我的银儿不败的真娘。雪中送炭城南去，扬帆中有日岁是其实转向。皮心啊嘞。等到那年雨珠海，常当我人与仙歌，转场好转林定雨，苦与乱世泪走啊走，长夜就算。我这里以咖啡代酒，祝你更祝福你。咖啡，可以给珍妮小姐加点牛奶。她不能加牛奶啊？为什么不能加？不，总之不能加。口中，
小姐，您怎么了？我总想死他不能。我们明明了，她这么哭了，可总是个好妈妈。他们是母女。下去。到了。你别过来！祖弟，你这个狐狸精！张莹莹，你这个怕眼呐！阅读神仙读戏阅。哎，那，哎，不要哭，不要哭啊！回去，回去吧。阅读经来写读啊记。哎呀，张先生了哈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问问清水便好。哎，哪能总问？清水比涨水容易，涨水比清水呀难哦。啊，来来来来，云渡山，云水渡。雾水，清水，清水，雾水。对，我就是要想办法把雾水变成清水。唉，3年了，好不容易接这晚清，原本上想出去找找路、开开眼、充充电，可现在这个样子，唉。哎，你不是要去美国卢克大学竞选？我要先留下夺回我的知识产权，那这名额要浪费了。哎，阿红，你带我去？我又不是你，我怎么去？我们同专业、同学校、同公司，你替换我的名额，我去政府申请。你是说我去就业，你来睡觉？我又不是你，我怎么睡觉呀？那就先停产、停业、停工啊！再难困也不会比今天难困。注定我不能让天黑饮水更难困，总不能因为难困而停产啊！要生产就会有排污，一旦超标就是彻底关停。那我们已经定在了生死渡口，等我。阿红，哎，等我啊！哎呀！望中秋夜为民谣，为老爷生心疼，生心疼。今年情意似海去，从点渡尽心自沉。哎，你们看，名为先驱的知名经济与新戏学家袁开阔，就是我们这几品牌班的老师。皇上就这么讲家少，一年38，所以中国这讲牛年富美。听说袁老师万事诞生，你们才去与全局，理论要是正当红，神秘的条报道上。
教务长，教务长，求求你让我进去吧！教务长，教务长，纵使你10斤岁数无误，可这报名表与身份证明在学校的花名册上确实没有更新变化呀。多一人少一人，课都是一样上，我人都来了3次啦。可你这照片也太……你是谁？我不是她漂亮吗？哎呀，教务长，你就让我进去吧。教务长，教务长，求求你，教务长。哎，你看，马上就要上课了。哎，我要同学为我作证，同学，对吧？对吧？教务长，先上课吧。下课，我想要份说明。就是嘛，先上课，先上课。同学，下家呢？下家呢？哟，啥声音？老乡，哎，下课，请你吃饭。不许吧？不许吧？啊？不许吧？同学们好，我是京剧的教师岳黑孔。很高兴认识大家。同学们，大家是来自中国的服装品牌设计与管理精英，许多人还是中国35岁以下最年轻的一代农造儿。你们为什么事业有成、身居高位，还依然愿意妩媚求学？牙身上多锦端，他山石与共用，自来路往前程，自觉自信无神。不错，自己立到先自比。课程的开始，我想先同大家做个游戏。游戏盲人吐火。须从同学们中间选出一位，充当盲人。大家一致选中了你，想必是你这个墨镜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忘记着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同学们，本真辛苦担此活，原是常辛苦交情。一天相说能担保，凌晨闻讲都心虚。一心吊胆来报道，这与世事上离奇，来往老师共同唱。两目堂台羽毛生，也是个改弯长用、读书求学的应对小姐妹。求知长进，几经考量，欢迎你，孔同学。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与大家共同完成这个游戏？我眼前本来就是一顿切合难度，你们选对人呐。好，孔同学充当盲人，有每样不同所谓的同学引路，也是保证他到达教室另一端的目的地。好，孔同学，请准备。游戏开始。一上问真两家少体育
便才刚才引领你的神。多谢老师，多谢同学们为我表示，为我提醒，为我引领，为我指路。看来今天选对了人，也遇对了安利。安利，我注意到本届花名册上有老总来自湾北海区纺织公司，有知名设计师来自北上广一线城市，更有各地企业负责人等等，唯独只有一位来自江南银川企业。同学们，我就是纺织情侣表，银川是大神共享表，我曾一回眉山线。万上青绿从江，千山万水现足遍，千言万语非浮堂，千方百计皆相近，千辛万苦不去恼，陈年是非与妓女，风茶路口老经常。到的外部原因估算艰险，可内部面临的环保短板，却不得不重视啊！难啊难，先谈一个钱，做水最难图。美国投资大使曾发表著名推断，真正终结中国繁荣的最大可能是水污染带来的终极危机。那么又是你们美国专家？嘴巴一张一闭就要搞事体。事实是，经印刷完结的污水量，就算中国纺织行业污水总排放量的80%，江浙明月水域因此纷纷亮起警戒灯。我听得多了，所以你们就江队长弟弟、媒体上聊聊，又拿这些数字测试题。显着我们的长，这是我们的虎，喂养我们的家。我想说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历史都曾经历过污水惨痛，山水有形，万物有灵，我们不能再抽烟了。所以你们现在的环境好，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所以你们不是没有武装，你们是早早把武装搬到了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边在全面部的加工比，一边默默争取累在国内的脏水、脏空气。没工业生产，连裤子都没得穿，玩的什么武装不武装？那就风筝也从未示弱，大家存实一致嘛。亚当，小啊，辛苦得很呐啊！
我听懂了大家的笑声与沉默，也感受到了无奈与怒火。我们都在经历着竞争中所遭遇的不公与危机。生产和武装从来都是纺织和印刷业的上升期，我们要坚信。老师，我们不是从营发现，这是你高入江内数十一起没经历过的事情。我刚经历过。环境摇曳，天平大，生机转移，故县家。什么是所有强者实在生存？袁老师说得对，谁无论轻易发动全身，心无论在此里，在今天万万不可取。我冒名前来，为的是新一文雅，强大自己，百为生存。空气，加油，加油！袁老师，我还有课讲吗？就是我们下一节课工业互联网啊，电脑。哎，呀，这对我老大姐来讲好像有点难哦。就是我们围绕飞机量烧麦子也是我们的强项，而且想办法要烧得更好。我是绍兴人，我是中国人，我永远和你们缠在一起。好，同学们，下课。
我先向你道歉。道什么歉？你是有心，你先说。袁老师，一出府是名教授，一些从未有生郎，而匆忙明半几经，而些课堂与同乡，三处堂台翻一人，三些实情可中藏，四处情字题来来，四些心在秋下方，脏脏浅浅非得听，渐渐脏脏暖胸膛啊！袁老师，感谢你的谅解。可让师生，可想朋友，这层海阔莫久离，一丝一语十方长。这么精细的一方印花，在这个年代，还在用手谱的人不多了。谢谢你不言弃，不论东西方，这是带着去别人用的。我喜欢历史，我临别赠言，我临向卡雷，我平上思绪，这也是世人情怀与骑士精神的最后一层了。于是就从中国带到了美国。我习惯了，好习惯。我包子。哦，原来袁老师与空姐这种小口啊！你看看，你这水谱上的印花水平差得很原来真呢。是这种小口。你空姐，刚才我怎么听到一个人连声说要请我吃饭呢？啊，晚是什么？不许跑！走。我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接到了公司紧急电话，审计之后谈判全属，定产有余，眼下有及政府压贷，情势紧急，我不得不立刻回去。四海相聚，三生有幸，万般不舍，在卢克大学度过了3个月愉快的有机生活。我会常常想念你们每一个人，期盼未尽，空做好。袁老师，空今日未见，我们回去都可以送见。这是您还有什么心思跟我们聚会？袁老师，空姐的话没有走啊，你还不快去走？哎，你们看那个背影是不是他？哎，袁老师，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我陪你去。谢谢同学们，我这就去。袁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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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这么近，我一定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正在给你变新鲜，就是不想你走出来。真的？假的？啊，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你选的这个墨镜，这不是普通的墨镜，这是 VR 视像。我把对绍兴的记忆都编进了程序，希望你喜欢。这 VR 视像我们课教早就有了，只是我还没有观察过。来，戴上看看。哎呀，这就上船了。桥下多流连，
情花无缘在，月下雪尽等恩丝窗，黄雪红绫相对应，八路行空彩烟，闲洒暮洒神仙侣，夜同夜，夜同过了一裳，又一裳，前面到了凤凰山，莺莺一首穿头铃，莺莺喜得云水间。凤凰山上百花开，缺少茶芽同牡丹。千载相思又相依，把转中情起誓言。我家有子好男孩，两兄弟要在夜不难。你家牡丹开得好，我不怕路远迢迢情人海。千里长亭终一别，三生有缘结缘线，歪歪眼中看，歪歪口边冤明天来分开，心中相诉千绪有心了，选的是我们绍兴小百花正在唱的。你们认识？你觉得他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你别用。哎，你等我做什么？唉，他老演苦心戏，看得成，心疼。我要跟他的刀，愿意跟他哭，可不愿意
再跟他，可我要跟他搭档，没得你。唉，果然要走了，看我怎样都不算也。哎，你一戴上这眼镜，不是也能跟我回去吗？生在草，混在桥。为落水鸟青山，江空寂寞多虚浮，谁应空里土乃怪啊！去真经，与良师结情缘。空里前程来倾讨，怕无穷回，出世现实中的天黑阴润，不是你眼睛里的梦中王国。我早有回国之意，是遇到你，让我坚定了这个决心。只是像我们科教这样的小城市，是何能确诊你这样的大教授？我不愿看你孤身土豪，我不愿把你卷进恶浪，我要与你风雨同舟，吐骨余生。我不能把你污蔑风华正茂、大好前程，害你照顾，心有所归。是日不我不好省心，可一辈子又能省心几回？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你怕情丝深在山，你我一片余生爱。
就一旦有消息了吗？哎，怎么连你都叹气呀？吉凶一波，心更冤。来，都坐下，走来走去嘛，也走不出个结果了。祖弟，你喝口水，慢慢喝。祖弟，你吃块菜，稳稳神。祖弟，你们坚持在这里真好。公司上紧下达，新政策不期开转，老技术万代更新。公司17年最难的政府，张总都交接了你。公司近2年来的危机应对，无足可纵，顺利到位，腾稳踏就。他是小金，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你。孩子啊，我俩一老一小，对上了接地气。我年纪大些，也保守些，总倚老卖老，使自己的天海滚进再深。可是谁有没有感情的？我死不一般。哎，王阿公，王阿公。医生，我更放心不下可红，怕他分岔路口，没了放心。曾与苦中同情花，劝他努力挽狂潮，一步比一步轻，疾风出于丹口桥。来，都坐下，都坐下。疾风在满口腔。姐妹们，大家睡觉辛苦了。来，哎，老四千张小王菊、熊鱼、腊肉、紫菊汤。哦，都是我喜欢吃的家乡菜，都是大家为你备的接风宴，大家都在等我。风筝伯伯，先吃再食，不更在后，先食再吃。哦，总不会
便我们死路一条吧。阿公，死比我可容易得多。啥？下一步，下一步，与人愿真见变通。什么人？别的老板来我不伺候。哎，这就茶菜莫生，从他变更。别就别，啥样机器难不倒我们老帅哥？对，只要进老工厂，即将签字。怕啥怕？不离节目不离家。是，眼下是急需要全场压头。说得对，我们管一不变应万变。哎，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啥？那是远征军，就是正要裁员，那么是变更，就是电脑作业，那工厂签字，就是办理业务，签到别处。胡闹！连人带厂上进通过，必死无疑。阿公，政府并没有对我们天黑饮水，一声令，一刀切，一窝端。怎么说？是你做主，答应政府了，别无选择，这是唯一出路。全场让你怎么面对？已经让嬴政统治下去了。你，阿公，事到如今，百岁一尊，我只希望大家从长计议，相信政府。哼，阿公，阿公，阿公，胡闹！哎，阿公，我阿公，胡闹！我阿公。口中，哎，兄弟，银子分叉入口，一个也不能掉队。滚去召集大家开个紧急会议。好。兄弟们，请你们冷静。冷静！我看你们踩上飞机的时候，可冷静的很。反正都是飞人蓝天，那我们就机会上山。对，同归于尽。你们滚！你看我，滚不滚？哎，小飞，小飞，啥？好。哎。
的事，用不着旁人当头。他不是旁人，我是科红的老师，我看科中就是轻信了你们。哎，小兄弟，上开！小兄弟，今日切莫凭一情，浓情愿为奴妻心。向外低头的点脚石，我们不相信这些假大空的鬼话。对，我不相信。哎呀，你们要分得清好歹，我劝你分得清清楚。哎，小兄弟，小飞，你当我的算计是天黑鸡头上的国小，你想闹事，先当死你弟阿哥。可着袁教授是我养了个没有出息的小子，大家只不想离开天黑，不想离开科教，把年算差，越走越难。我这个公司女老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我跪对天黑，我叫大家跪下了。我这他长路有踪，哎无踪。
马明到美国寻求出路，与我根据实情，拟定好方案。老昌王保留，建筑印传费的转资官，退休职工和家属们留管工作。阅读之专供送入新印传技术，招聘类员工经济千万性质，推着数字化印传。好。
教的青山绿水，更舍不得天海的每一个人。政府第一时间同意了我的方案，我是怕大家走散了，我一个人也走不远。科长，我们没有责任，我们万岁天海，我们万岁天海。这个要似曾相识，涨了水就污了云，污了云就黑了天，黑了天就迷了途。这位就是公司新招聘的员工。妈，妈，哎，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袁老师，你也要请我补课啦？你就是主的，这是空全班同学向天海影村发来的30份订单，同我转交，也是他们的一片心意。30份，我该这样谢谢你，谢谢大家。是我该谢谢你，我还没有怪我这。不过袁老师，你不好好对着每个有压力到苦桥来做什么呀？做什么呀？我是他的侄子来应聘的，不知道行不行？那要问大家。行，行吗？行。